默想第一节，毋知为何行到这款地步，回顾前景感觉稀奇，闪过偌济个陷阱，撇过偌济个暗箭，到今日才平安自在。第二节，毋知前面道路爱怎样看，将来犹原听主的声，拥抱美好的美梦，心中满满的期待，着向前行入主应允。第三节，毋知主爱牧者要怎样带，时刻找求主的旨意，活伫救赎的喜乐，安息伫伊的款待，通随时活伫主同在。哪会点名啊？